在地新闻美丽景色，来看宜兰太平山庄的祝树。这个祝树是伫4、5月来开花，伫秋天来返红。即嘛等咧开花，甲边仔的石坎甲云海形成一幅真水的画。开家花咧八石坎上面边的鸡肉饭拢是酒红色，互人看了心会真迷醉。这水的景点毋是伫国外，是伫宜兰的太平山庄。每年4月，这鸡肉饭的叶仔就会变成火红色，随着日头照了愈久，色水变了愈来愈深。伫9月进前，拢使看到这款的绝色的美景。随时有拿酒精消毒，那到餐厅啊，也可以感受到说他们其实有做一个分流的动作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大家拢去看山看海，家人的雕景公园有真侪游客。吃起来就是它自然的甜味。去家人当然爱食海味，这石头火锅内面是蚵仔、蛤蟆放一大堆，小羹啊嘛是很老爱。旗鱼肚。然后吃起来 QQ 的，很好吃，要甜。旗鱼肚卖茶卖色，这是内行的最爱。原来头家是做手工鱼丸起家，连这个汤头讲要控6点钟，小所在嘛无马虎。趁假日出门去行行咧，食海味，嘛会使赏海景，享受大自然。